嘉义县是老人上介济县市，而且人口外移严重。不过，即摆有一寡少年人愿意回来到故乡创业，有人推销着社区营造，有人结合农产品伫咧卖咖啡，伊拢是希望透过家己的专长来改变故乡。利用村外的花材举办课程，让大人甲囡仔动手来培养生活的美感。嘉义县的东石有一间花店开伫渔运的边仔，为着要互人来了解这个所在，头家就用社区营造的概念，举办活动介绍家己的故乡。一开始会烦恼讲会做袂落去无，因为遮人口无安尼济啊。你看嘛，需求也没有这么无像台北也是市区遐尼济，啊，毋过就是。互人感觉讲，虽然讲遮是庄脚，啊，毋过嘛会当有一寡水的物件会当你来咱遮。或者少年朋友会感觉，虽然是庄脚，但是有一点仔活力起来。除了东石渔运的花店，鹿草乡嘛有少年朋友甲将近62年的老茶厝整理做咖啡店。高雄滨乡的往来，一滴的生水，鹿草在地米甲做的米芳摕来做饮料，要互专工来遮啉咖啡的人会当感受家己在地的气味。用家己在地的物件去做，会当互别的县市的人客会当更较熟悉阮家己的产的物件呢。鹿草这个地方虽然它很偏僻，然后因为这一间店，所以带动了附近的观光，所以觉得非常的特别。嘉义县的一寡偏乡只有传统的农业甲渔业，人口老化甲外移的状况嘛影响到地方的发展。少年朋友回来故乡体现家己的功夫，结合地方创新，用因少年人的方式，希望让庄脚有新的发展机会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